撒一点鸡红来。我要去上啊，拜拜，形象照。这不是我，这个不是我。我要电头发，我要电头发，我要电头发，我没有头发。撒一点鸡红来。可以让我帅一下。不要被门。然后看镜头，看我，看高一点，看远的。好。热金生。侧这边，这边还有。可以，这样就 OK。好，那 OK 了。这样 OK 了。好，谢谢。这面向哪一边？其实拍这个照都蛮帅的，对，因为平常都没有什么机会这样棚拍。没那么扯。好，OK 了，谢谢。辛苦你们了。谢谢。